庭前芍藥，妖無格。池上芙蕖，盡少情。惟有牡丹，真國色。花開时節，動京城。我未曾料到过，我独孤远也有今天。等我再回来，我一定可以把他忘得干干净净。我从来都没有忘记我是誰，我该做什么。杨大学士是我朝第一个大三元，一向为文人典范。不知杨大学士以为这两首诗如何呀？杨某有话直说，不是怕得罪任何一位王爷，只是这两首诗真的是淡妆浓抹，各有千秋，不分高下。在下实在是难以评价，惭愧，惭愧呀！下面有请去年的花魁杜嫣然小姐。大哥，你看，跳得真好啊！阿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歌舞都一般般，要是不来点特殊效果，怎么夺人眼球啊？哎呀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。我呀，已经收集了一大袋的牡丹花瓣，等会儿你表演的时候，我就通过鼓风从房上往下撒，绝对是冷冷的发语无情地在脸上拍。瞅你那傻样！哎，你看，杜姑娘裙子上的刺绣啊，可是近来才出现在苏州城的凤钏牡丹。这种刺绣啊，刚刚出现在苏州城，很是漂亮呢。是啊，还有她头上的钗，好特别啊！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花色。我早就听说啊，这杜大小姐啊，是引领京城闺秀美艳之首的。看来呀，我真是名不虚传呢。是啊，妹妹。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，黄金蛇还有个名字叫龙蛇，据民间的传说是有仙气的蛇。经過修炼和上天的考驗之後，活過1000年會長出腳來。龍蛇經天劫後可以化去蛇身，成為真龍。據說這是上天讓龍子下凡之前歷劫鍛鍊呢。嘿，阿榮，你聽清楚了嗎？這什麼又是龍又是蛇的？你趕緊想想辦法，別讓他們得逞。其實我也不知道，但感覺不是什麼壞兆頭。我們呀，只要跟着杜嫣然走就對了。啊，牡丹、龍蛇，牡丹花瓣我們有了，可是龍蛇怎麼辦啊？哎，交給我。
下面有请尹晴柔小姐登台獻艺。